個禮拜咧係我哋嘅中文週，我哋希望咧透過唔同嘅活動啦，令到學生咧更加認識中國嘅文化，同埋能夠喜愛學習中文。我哋嘅活動咧分咗做3個部分，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我哋6級咧喺課堂裏邊咧都會有關於中國文化嘅課堂活動嘅。以我級為例啦，1年級我哋就係做指示，6年級咧我哋就做咗公仔紙。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我哋6級咧都會有一個網上嘅延伸學習啦。咁學生咧就需要咧放咗學之後咧完成2個 Near Report 有關中國文化嘅。第3個部分咧就係星期2至4同學都可以咧喺雨天操場度玩呢個攤位遊戲喎。咁呢個攤位遊戲咧都係有關呢個中國嘅中文嘅語文知識啦。咁我哋見到同學咧都好樂在其中，積極參與，咁我都好開心。我自己整咗粒把扇，原來以前啲人冇冷氣，就靠把扇撥涼。我覺得上面啲圖案好靚啊！我好鍾意自己呢個作品。畫完之後，我幫隔離位同學撥扇，佢又幫我撥，我覺得好涼啊！好開心可以同學一齊玩。老師話顏色有意思，紅色就表好人，白色就表氣能。我覺得好有意思。原來以前啲人嘅顏色就知道邊個人好人，邊個係壞人，所以我都知要做個積極嘅人。畫臉譜好難㗎，要好小心，唔好又出界。我覺得中國藝術好特別，戴上個臉譜，我覺得自己好似大將軍。初玩嗰陣，成日都接唔住，跌晒落地，但係我冇放棄，試多幾次，終於捉到2粒啦。原來唔玩手機，玩呢啲傳統遊戲都咁刺激嘅。幾個大袋仔就可以玩成堂，真係好神奇啊！雖然好簡單，但要眼明手快，要好專心先可以接到。頭先我輸咗幾盤，但我冇發脾氣，因為捉棋最緊要係冷靜思考。雖然輸咗，但我學識咗下一次要諗多陣先落棋。我同對手握咗手，開始玩。所謂友誼第一，比賽第二。透過捉棋，我同同學嘅感情好咗，大家一齊動腦筋，好開心。投真係好考眼界啊！要個心好靜先投得入。古人去飲嗰陣嘅時候都玩呢個遊戲，都咁有禮儀。我覺得我哋都要學下佢哋呢種專注同斯文。我覺得就算投唔入都唔可以亂叫，要保持儀態。我覺得呢個活動令我學識咗咩叫風度。
聽講呢個係爸爸媽媽細個嘅童年回憶，雖然只係一張紙，但原來有好多技巧。我覺得呢個傳統遊戲應該一代代傳落去，唔好失傳。平時大家都係喺度打機，今日大家圍埋一齊喺度拍公仔紙，氣氛好熱鬧啊！我覺得面對遊戲比起面對住個手機更加真實同埋開心。我玩咗找找錯別字攤位，原來有一隻有啲字都寫錯，好彩今日發現咗咋。我覺得做錯咗唔緊要，最緊要係肯改。我最中意象形文字，原來個日字真係似個太陽，山字似咗山。古人造字好聰明，我覺得中文好似畫畫咁靚，好特別。頭先玩嘅時候咧，部手都唔見，真係好難啊！好多字都拆開咗認唔出，但係我冇放棄，試多幾次再拼翻。原來中文要好仔細，唔可以求求其其。係成語攤位學咗好多古仔啊！原來每個成語背後都有教訓，教我哋點樣做人、處理事嘅道理，我覺得獲益良多。